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看选调台北市长的蒋万安，再起来公布伊第一波小内阁10人的名单，其中一个副市长是高雄市的前副市长李树川。若秘书长是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来照奖，是新北市现任的财政局长李泰兴。若都发局的局长是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前处长王玉芬，这嘛是台北市政府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性的局长。现任的立委林奕华本地是做副市长，呼声上悬的人选，并无出现伫第一波的名单内。谢谢哦，因为政府鼓励。准台北市长蒋万安礼拜对市府小内阁人选真保密，今日总算公布头一波名单，却无看到立委林奕华。市长在广征人才中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他在广征人才中。公布的头一位副市长会交予前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，台北市府秘书长是甲新北市长侯友宜照奖，找现任新北市财政局长李泰兴，副秘书长是现任内政部参事张文德，资深台北市议员张永德将会做民政局长。另外，都发局长是交予前新北市都市更新处长王玉芬，嘛成为北市府史上头一位女性处长。交通局是交予伫北市府交通体的服务超过25年的谢明宏。环保局长是找好良宾时代环保局长吴成忠。除了新人选，现任都发局长王一平的专任公务局长，现任副秘书长陈信良的专任地政局长，财运工程局长是找现任桃园财运总经理郑德发。今天公布第一波的一个人事，总共有10位。未来我们还会在适当的时机公布接下来的一个人选。那林奕华委员也是我们竞选的一个总干事，现在也是我们交接小组的一个窗口。现在呢，他就是把既有交接的工作给做好。那其他相关的人士，万安市长还在持续征询当中。新任市府小内阁较无2礼拜就要上任，人事布局唔若影响到市政。现任立委林奕华敢会来伫后一波的名单，嘛影响到立委伫国会位置和比例。